大家好，我係喵喵，歡迎收聽妙說營養。今日係2026年2月4號，又到咗星期三嘅營養時間啦。因為今日係第一集啦，所以都會同大家簡介一下呢一個節目係做啲咩嘅。咁我希望呢，透過呢個節目啦，用一啲科學嘅證據去破解一啲飲食迷思，等我哋呢重新認識我哋日用嘅飲食。咁都知道香港人呢係好忙碌嘅，咁但係幾忙碌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可以食得健康，食得永續，亦都一齊為咗自己啦、社區啦、環境啦，去作出一啲更好嘅飲食選擇嘅。咁所以以後逢星期三早上8點鐘，我就會陪住大家返工、返學、返廠、返寫字樓啦。今集呢，我哋會一齊拆解下早餐迷思嘅。相信呢，大家都聽過好多唔同對早餐嘅講法啦。例如黎明都有一句金句啊，我朝早呢係唔會空肚食早餐嘅。咁因為咧，佢會朝頭早飲咗杯水先啦，咁就唔會空住肚食早餐啦。咁啊，除咗呢一個講法咧，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好似話我想減肥喎，不如 skip 咗個早餐唔好食啦。又或者有啲人會話唔食早餐會肥噶噃，會變蠢啦，會影響我哋嘅學業啊、工作能力啊咁樣。咁如果咧咁啱你都搭緊車，諗住去買早餐，又或者你手上已經攞住咗份早餐嘅話咧，咁一齊聽埋落去啊！究竟咧食定唔食早餐對我哋身體會好啲咧？咁好多研究發現咧，原來唔食早餐咧係會同肥胖有密切嘅關係。2020年發表喺 Obesity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嘅一個統合分析啦，分析咗45個觀察性嘅研究。結論咧係好明確咁發現咧，唔食早餐同超重肥胖係有顯著嘅關聯嘅，而且咧無論你係咩年齡、性別、咩經濟水平都好啦，你唔食早餐咧都會增加肥胖嘅風險。咁除咗頭先講嘅肥胖風險啦，其實咧唔食早餐咧都對身體仲有其他連鎖嘅反應嘅。喺2025年咧，發表喺 Nutrition Research 嘅一個報告，分析咗2010年到2025年嘅66份研究啦，總結咗咧幾個唔食早餐嘅後果。首先第一就係咧，唔食早餐咧會打亂我哋體內控制飢餓感同埋能量平衡嘅荷爾蒙分泌啦。更加重要嘅係咧，近年發現唔食早餐咧會影響我哋腸道微生態，引致身體咧有一啲慢性發炎啦，同埋代謝功能障礙㗎。咁有研究提出啦，長期處於一個發炎嘅狀態咧，有機會增加我哋嘅患癌風險㗎。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大腦同情緒嘅，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唔食早餐咧，覺得好難集中精神呢？有研究指出咧，唔食早餐同認知能力下降、情緒波動係有關嘅。對於咧有焦慮或者抑鬱困擾嘅朋友咧，如果唔定時去進食咧，其實會影響到我哋一啲腦部神經傳導物質啦，從而咧令到我哋嘅情緒問題更加嚴重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啲最新嘅研究顯示啊，原來咧早餐同骨質密度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如果咧我哋長期處於一個冇食嘢嘅狀態啦，咁係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鈣質代謝，進而咧影響到我哋嘅骨骼健康。所以咧，如果你經常運動啦，又或者你係體能要求比較高嘅人咧，唔食早餐咧係會直接影響到你嘅運動表現噶。不過聽完呢兩份研究咁樣講咧，好似好嚴重喎，唔食早餐。但係咧，其實每個人嘅身體反應都會唔同嘅。有啲人咧可能覺得冇乜影響，唔食早餐咧好似反而精神啲喎。所以咧好多時咧都有學者指出咧，個關鍵係在於你進食嘅時間點啦，同埋你全日熱量嘅分布嘅。咁呢兩樣嘢咧，對於代謝啦同埋心血管健康咧都係非常之關鍵嘅。
另外咧就係雖然有咁多嘅研究關於早餐啦，咁但係咧呢一啲嘅研究都有一定嘅限制啦。例如咧，如果係用真人去做研究嘅時候咧，樣本個人數咧可能會唔夠大啦，又或者咧觀察嘅時間咧唔夠長啊，所以咧我哋都需要更多長期嘅研究咧，先可以深入了解到唔食早餐究竟對健康嘅長遠影響機制係點樣嘅。咁啊，普遍學者認為咧，點解唔食早餐會對大部分人嘅健康有負面影響呢？首先就係咧，因為我哋瞓覺嘅時候係冇進食過啦，咁身體咧長期係一個飢餓嘅狀態，去到早上嘅時候我哋都唔食早餐咧，有機會令到我哋午餐或者晚餐嘅時候不知不覺食多咗。即係雖然咧係冇食到個早餐啊，但係咧變相午餐晚餐就食得非常之多，或者偏好咧去食一啲咧肥膩啦、邪惡嘅嘢啦，非常之高熱量啦咁樣。咁因為咧我哋身體都會有一個補償機制噶嘛，係啦，食得唔夠嘅時候咧，另外一啲餐次咧就會食翻多咗啦。咁有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啦。而且咧有一部分人咧因為唔食早餐咧，而令到嗰個血糖嘅起伏非常之大啦，咁從而咧去影響到個精神嘅狀態。例如咧，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啦，有啲人唔食早餐咧，可能咧都未去到中午10點左右啦，就已經開始覺得頭暈暈啊，手震震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個意志力比較差啦咁樣。咁其實咧有機會係我哋身體咧覺得唔夠能量用噶。第二樣嘢咧就係普遍會覺得，如果唔食早餐咧，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時鐘啊。咁近排咧都有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啦，喺營養學嗰度就叫做時間營養學 （Chrono Nutrition） 啦。咁講緊咧就係我哋身體咧一啲荷爾蒙嘅分泌原來係定時嘅。咁食早餐咧就可以幫我哋咧將呢個生理時鐘校翻準啦，咁令到個代謝更加有效率嘅。咁規律嘅進食咧就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嘅荷爾蒙代謝節奏更加穩定啦。咁既然咧大部分嘅研究都建議大家食早餐啦，咁大家當然唔好隨便食啦。咁唔知大家咧諗好咗今朝嘅早餐食乜嘢未咧？咁咧有啲朋友仔咧我都聽過話，我早餐食得好健康嘅，我就食2隻蛋再加杯齋啡咁樣，避開晒咧所有高碳水嘅食物咁樣啦。咁唔知大家咧覺得咁樣嘅早餐咧又係咪一個好好嘅例子咧？或者會唔會係你嘅早餐咧？咁其實咧有一啲朋友仔咧都會好擔心早餐咧就食咗一啲好高碳水嘅嘢食啊，會令到個血糖飆高得好犀利啊，因為高升糖值啊咁樣樣。咁呢一度咧都想釐清翻少少嘅。咁雖然咧唔同嘅食物有唔同嘅升糖值啦，但係咧更加重要咧係講緊呢一餐整體嘅升糖負荷啊。我哋會講緊 glycemic loading 啦，講緊咧就係對我哋整體個血糖影響係有一個總數。因為咧雖然嗰樣嘢食可能個升糖值高，但係我哋食嘅份量唔同啦，又或者配搭嘅嘢食唔同嘅時候咧，對我哋嘅血糖嘅影響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一個早餐咧，因為佢係一個正餐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咧係要配搭唔同嘅食物組別一齊食啦，唔使刻意咧去避走晒啲高碳水嘅食物。又或者調翻轉啦，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就咁齋食一個包咁樣樣，係啦，仲要係甜嗰啲啦咁樣。咁咧咁樣樣都唔係一個咁理想嘅早餐啊。最理想嘅早餐咧，唔同嘅食物組別都有啦，主食五穀類啦、蔬菜類啦、水果類啦、肉魚蛋豆類或者其他代替品啦。咁當然啦，我都明白一個早餐要食到咁多個食物組別咧係好難嘅。咁我哋不如從一個營養素嘅角度去睇啦，就係咧希望嗰一餐咧蛋白質、纖維同碳水化合物咧都係有適量嘅。
咁樣樣咧就會令我哋飽得耐啲啦，個血糖穩定啲啦，個精神狀態都會好啲嘅。咁例如啦，如果我早餐想食啲熱嘢喎，咁我去茶餐廳咧嗌個番茄火腿蛋嘅通粉咁樣，咁其實咧都已經算係唔錯噶咯，因為通粉係碳水化合物啦，火腿蛋有蛋白質啦，番茄啦，如果佢真係有落啲茄肉喺度咁咧都係有啲纖維喺度嘅。咁又或者咧，如果我比較趕時間喎，冇得去茶餐廳嗌早餐喎，去便利店啦，咁可以買一啲無糖或者低糖嘅豆漿或者植物奶啦。咁而家好多便利店咧都有機會有一啲水果賣㗎，例如香蕉、蘋果咁樣啦。再配搭咧一份三文治啦，咁有時有啲三文治可能係火雞生菜三文治咁樣，咁呢一個早餐咧都係相對比較理想嘅喎。又或者咧，如果自己準備啦，有一啲即係低糖或者無糖嘅乳酪啦，加一啲即食嘅燕麥少少嘅堅果果仁甚至一啲種子類可能例如芝麻黑芝麻粉奇亞籽等等咧，都會令到我哋嘅早餐咧嘅營養咧豐富一啲嘅喎。咁去到最後咧，都想同大家講翻啦。如果你話我真係冇一個食早餐嘅習慣喎，咁都唔緊要嘅。啱先都提到啦，其實個重點係在於你進食嗰個時間啦，係咪規律地進食啦，同埋咧你全日嘅熱量分配嘅喎。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有時有食，有時冇食，或者我為咗減肥而去唔食個早餐咧，咁我相信咧有機會適得其反啦。咁所以我哋既然一日之計在於晨嘛，咁所以咧早餐咧我哋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去計劃好啦。如果唔係咧，午餐其他餐咧就會亂食啦，或者食多咗零食嘅喎。咁希望咧大家咧由今日開始啦，去食早餐嘅時候咧，如果你話我本身真係淨係食個包㗎咋，咁好簡單，你就加多一份蛋白質類嘅嘢啦。你話我唔想食固體嘅嘢咁我加多個植物奶或者奶類，咁已經 OK 㗎啦。咁如果再好啲嘅，咁試下呢一個禮拜會唔會嘗試我哋嘅早餐，除咗加一啲蛋白質類之外咧，再加多一啲纖維類嘅嘢，例如水果菜全穀類種子堅果類咁樣。長遠嚟講咧，都係希望大家咧為自己咧去訂立一個早餐嘅 shift 即係咧輪流。例如我諗好咗咧3至5類嘅早餐嘅組合，輪流咁去食啦。咁所以咧，仲算你幾忙都好既然 set 好咗咧，咁就可以照住做啦。如果咧你對於早餐仲有其他嘅疑問，又或者想同我分享嘅話咧，歡迎用任何形式去聯絡我嘅。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妙說營養，重新認識我哋嘅日用飲食。我係喵喵，下星期3早上8點再同大家見，拜拜。